一個耳機12種調音變化，天使吉米 Vision 可調音動圈單元耳機，等我哋一齊嚟開箱啦！佢有3種可互換噴嘴，一定可以揾到你最中意嘅調音走向。首先有黃銅、鈦，仲有不鏽鋼。無論你中意嘅係溫暖平滑嘅音色、更清晰細緻豐富嘅高音，定係中性平衡嘅表現，佢都滿足到你聆聽嘅需要啊！佢仲有4段可調濾波器，有預設、流行、自然、監聽模式，俾你自由組合，多達12種音效配置。佢仲有3種噴嘴輕鬆換啊！你睇下，快手搞掂啦！佢仲有2片高純度導引銅耳機線，仲可以換插頭添啊！佢仲可以用 Apps 個性化調音，佢可以有4種預設、5段 EQ， 仲有不同遊戲模式嘅預設調音。佢仲有第5代 DMTS 雙磁路動態驅動器，打機、聽歌、煲劇，呢個耳機都一定滿足到你啊！仲唔快啲去 JB Shop 門市網站購買？